我帶嚟啦，你仲有咩吩咐？去玩咯。好，嚟啊！喂，大學生，3日啦，劇本啦。人魚公主為咗再見人類王子一面，毅然同海巫交易，忍痛割捨美。奇呢度。換來雙腿嚟到陸地，當佢踏上陸地，每一步都如刀割。大聲啲！仍滿懷希望咁尋找住王子嘅身影，然而佢唔知呢片港口嘅城市陰影，已盤踞住令人聞風喪膽嘅雙刀黑幫大佬。黑幫大佬掌握住城市嘅地下交易。呢個大佬仲識雙刀？啊！係咪好威風啊？哦，飲多杯，再嚟。避乜嘢啊？唔好同我出蠱惑啊！想寫埋我入去？大學生。啲錢唔係咁樣賺㗎，重寫。而家。哦。咁我係咁忙，邊識寫劇本？屌你嘅，邊個啊？大佬，大佬啊！這位大哥要去製片廠查崗啊！阿嫂都喺路上啦，已經。快啲叫醒佢哋！係起身啊！我起身，翻製片廠。我要翻行學啊！走啦！10分鐘翻咩學啊？我俾10分鐘你寫個新故事出嚟，唔係我刀懟死你！等陣。快啲啦！我請你過兒童節㗎！